大家好，我是王哥。今天是4月2号了，阳光明媚。这个广州的天气变得很快，我们的车出的也很快。你看，短袖都安排上了。现在有个兄弟在外面洗车，走，咱们去看一下他拿了个什麼車回來。喂，朱總，有攞台靚嘢翻嚟啊？梗係啦，幾時都係要益我哋啲 fans 噶嘛。掂個碌蔗，係咪啊？呢個邊個年啊16年嘅？16年，冇錯16年嘅雨燕嗬，16年嘅鈴木雨燕，1.3、1.5， 1.3首波字波首波，1.3首波16年，係幾多公里6萬公里。哇！屌乜成日攞啲咁閪低公里數嘅車嘅？我就係中意攞啲公里數咁少嘅車。首先咧，公里數少咧，對我哋嘅 fans 咧係有保障噶嘛。公里數少咪磨損少咯。即係車況可以考啊！原版車況，原版車況係白色16年16年6萬公里1.3首波，冇錯，啲車賣幾錢啊？唔過2萬蚊，唔過2萬蚊，即係10100。過嚟先講，係咪咁樣？係過嚟先有講，冇交易10100？過嚟有偈傾，過嚟有嘅係嘛？你可以先睇車，係嘛係。 ？OK，有中意嘅睇過嚟啊，係咁。